啱啱過咗去嘅奧地利站對法拉利嚟講真係星期六天堂，星期日咧就地獄。排位Leclerc到第二 ，Hamilton 第三，睇落紅車咧有機會再贏，但係點知去到正賽一架第5，一架第8。最尷尬就係今場咧本身係佢哋 Ardua 引擎更新嘅第一站，本身諗住補強動力，點知咧反而更加照咗出嚟佢哋嘅動力死穴，直路尾冇電，尾胎頂唔順，散熱要妥協，策略咧仲有失誤。由星期六開始就俾呢個排位結果誤導，變成不自量力。不過呢個力咧係動力個力。今條片我哋就由奧地利站拆起，睇下 Red Bull Ring 點樣一次過放大 SF26嘅所有弱點，仲有跟住落嚟嘅銀石同埋 Spa 喺呢兩條高速賽道，法拉利點樣自救，定係冇辦法連含3站呢？我係阿 Ken， 歡迎嚟到 F1 9up，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嘅政治角力，我哋都利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埋車手嘅真實發言。如果你想睇 F1 睇得更加深入，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撳個鐘仔搶先看，咁我哋咧就正式開始。咁記得咧喺上一條片嘅最後咧，我仲同大家睇咗奧地利站4大車隊嘅正賽配速排名。咁呢幅圖咧解釋一下點樣計出嚟嘅先。首先咧我就會抽每一個圈最快嗰個車手，而佢咧就係0%。之後咧就係其他車手慢佢幾多 percentage， 然後咧呢個就係拉翻出嚟成個嘅平均數。咁呢度就見到咧，雖然兩個法拉利車手啦都慢成 0.3% 啦，即係佢冇乜機會爭到冠軍噶啦。但係咧值得留意就係麥拿倫兩個車手原來咧都係慢過法拉利嘅。咁但係點解睇結果最尾餡爺係輸俾奧斯卡，洛克萊就輸埋俾羅利斯呢？咁首先咧我哋可以睇下圈速圖。咁呢個就係咧咸美頓同4大車隊入邊喺奧地利站成績好啲個車手對比。咁可以見到啦，紅色線嘅咸美頓咧，就算用咗3停策略，但係啲圈速咧都係唔標青，一般般嘅。同時我哋都可以見到如果我哋淨係睇第一階段啦，呢個黃胎階段咁對好咗位噶啦。咁首先你可以見到呢條紅色線咧，佢快咧就唔夠人哋快，唔夠紅牛唔夠平治快，但係得咧都快過人哋嘅，即係咧佢胎耗同埋佢速度咧根本就唔夠班。咁跟住咧我就可以睇下，趁住 VSC 入去換胎嗰個紅胎嘅階段啦，留意翻當時其他車手咧都係用緊舊嘅白胎喺度捱嘅。咁結果咧啲時間都係差唔多一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趁住 VSC 入咗去換胎，如果你要停多一次，仲要贏人哋咧，一定要嗰個單圈快過人哋一截先有權啦。所以咧都好難追得翻呢個平價換胎。咁所以就令到餡爺咧一度咧跌到第7，最終咧亦都以第5完成。咁其實咧大家喺直播嘅時候啦，有唔少人都話咧呢個係一個策略失誤。即係話咧呢個趁住 VSC 入站換紅胎嗰個決定係錯嘅。不過首先咧我就咁睇，通常咧我評論呢啲嘢咧就可以咧加多層考慮，就係我哋唔做事後孔明，就係咧我哋先考慮以當時手頭上嘅資訊會唔會做到個更加好嘅決定咧。首先當時車隊咧已經見到胎耗唔夠人哋打個問題啦，而佢哋咧當時除咗一條新嘅白胎之外咧，只係得3條舊紅胎。咁所以喺佢哋見到追唔上去之外，有個機會搏下咧，我覺得做呢個決定咧都錯唔晒嘅。其次就係咧，好多時都會睇唔到賽車嘅圈速唔得，然後咧就會歸咎於入站策略嗰個決定。咁其實呢度都話咗俾大家聽啊，法拉利用埋條紅胎咧，都好似用到其他胎冇分別咁樣。直頭咧當時我記得講笑我都話條胎咧好似印錯咗顏色咁。咁仲有最後咧就係大家都要考慮翻呢度咧就唔算難爬頭。爬頭位包括上山嘅 T3 同埋咧之後嗰條大直路 T4， 再加埋之後 T5、T6 嗰幾個彎咧都可以爬頭嘅。咁所以咧死霸住個位 track position 咧就冇咩用。咁所以睇翻到成場咧，已經唔係淨係嗰個換胎嘅問題啦，而係咧部車嚟到奧地利咧根本就唔得。同時策略上都唔夠早知道咧自己根本就要同麥拿倫打去頂住麥拿倫，而係想爭第一咧就有啲搞笑。再加上咧有啲不自量力啊。First Research 賽後咧其實都講得幾白。睇翻轉頭，我哋今日可能太集中喺平治身上，開頭幾圈兩架車都推得太盡，之後策略上可能又反應得太進取，想盡方法跟住佢哋。但係現實係今日呢場根本唔係我哋應該打嘅仗，同麥拿倫比我哋係有得鬥嘅，但同平治同 Max 比就困難好多。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呢個策略決定咧唔只係換胎有問題，而係一開波已經打錯對手啦。而呢樣嘢咧其實法拉利賽前咧我覺得係應該要知道嘅。咁呢個咧就係由星期5練習一路去到咧3節排位中最快嗰個時間。咁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咧？就睇到各個車手成個週末嗰個速度建立。咁首先我哋可以見到咧，法拉利兩個車手喺成個週末表現咧都唔算標青，尤其咧喺 Q2 咧甚至輸埋俾麥拿倫，只係去到 Q3 先因為韋斯塔本炒車，先令到其他主要對手咧做唔到個圈。
而我睇翻 Q3 咧，其實做完第一轉之後咧，其實冇犯錯，做到圈個6隻咧，都只係第5啫。咁啊，咸美頓當時係做唔到圈，係排喺第10嘅。咁如果啊車隊因為咁就覺得自己有實力同平治匹敵咧，而家睇翻咧就的確係天真咗少少啦。咁然後咧，我哋可以睇下咸美頓同埋羅素同埋韋斯塔本分別 Q3 最快圈 telemetry 嘅對比。首先我哋可以見到 T9 啦，湖水綠色線嘅羅素咧係早啲跌速度啊，咁因為佢收咗油啊嘛，因為有黃旗啊嘛。但係咧，我哋如果睇其他位置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呢個法拉利喺1號彎之後咧，喺直路尾係輸得好緊要啊！最嚴重嘅 T4 之前啊，咁佢撳入去咧，哇！其實咧佢係輸緊每小時咧20公里嘅喎。呢樣嘢咧，你又可以見到其實佢哋個 power 啊，或者係嗰個叉電放電嗰個管理咧係唔得嘅。然後我哋咧去到比賽之後 cool down room，Kimi 仔、韋少同埋羅素咧都有講到法拉利，但係佢哋啲配速唔係。你要睇呢啲啊，佢哋啲放電好奇怪，佢哋啲慢速彎就快。我喺1號彎嗰陣爭啲撞埋陸克萊度，第2圈嗰陣因為個速度差距，我懷疑我快佢成30 kph。咁我哋就可以諗下啦，如果每個圈都係咁咧，咁點會贏到冠軍啊？咁所以今場咧，法拉利唯一贏嘅方法咧，只係搏平治，會唔會好似上場咁樣 PU 過熱要慢車，保住唔好死，先會有機會啊！咁但係咧，上一條片我哋都講過啦，平治帶咗個 PU 更新嚟解決咗佢哋散熱嘅問題，所以呢件事咧完全冇發生，反而最尾咧高溫係殺死咗法拉利嘅。咁所以法拉利最錯就係咧冇睇清楚佢哋嘅動力問題，揀錯對手，而呢樣嘢咧都算係策略出錯，同時咧影響晒成場所有換胎嘅決定。咁事後咧都有唔少分析指出話，奧地利 Red Bull Ring 係法拉利呢部 SF26嘅連鎖弱點放大器。咁我睇完 The Race Motorsport 同埋 F1.com 嘅文章，我哋綜合一下，其實成件事係點啦。咁所以呢個 Red Bull Ring 啦 ，T3、T4 嗰啲重煞車區都係咧叉到電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咧呢條賽道咧個圈好短啦。油門區又長又密，一出慢彎咧就已經即刻要全油門衝翻上去。咁如果法拉利套放電頂唔到去直路尾，又或者叉電放電嗰個節奏唔夠順咧，就會喺啲最肉酸嘅地方突然斷氣。當平治同埋 Red Bull 都仲有力嘅時候咧，法拉利就開始收。而呢個速度差距，每一個圈都重複出現，我哋啱啱都講過啦。咁第二就係奧地利高海拔，再加埋咧有熱浪侵襲，而家就好高溫。空氣薄咧，就令到渦輪咧都要更加努力先可以維持輸出，而細推步嘅法拉利咧就更加明顯啦。天氣熱 ，PU 電池、車身散熱呢啲全部壓力都上升，咁所以法拉利咧就要用一個更加大嘅引擎蓋啦，同埋散熱。咁呢個咧就係必要之惡，因為咧你唔開大咧就可能溫度頂唔順，但係一開得大咧阻力就增加，氣動力嘅效率就下降，車尾同埋尾胎又要受罪，結果就變成一系列嘅連鎖反應。唔夠電就要補溫度，補完溫度咧就要開散熱，開完散熱就更加慢。咁第三就係咧 Red Bull Ring 本身就係出名好食尾胎嘅場地，譬如你賽前你已經講出彎加速位會令到後胎更加容易損耗，加埋咧之前講過大約700米嘅高海拔，令到下壓力下降。車咧就更加容易跣，本身法拉利架車已經得翻下力嘅優勢，連呢樣嘢啊都少咗。咁所以而家睇翻咧，你就覺得呢度咧對於法拉利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同埋咧佢哋喺度咧係輸到撲咗喺度嘅。咁我之前都有提過話啦，話法拉利今場有 Ardua 更新帶到嚟噶嘛，咁點解仲係咁呢？咁根據 The Race 嘅分析指出就話咧，法拉利喺奧地利個 Ardua PU 嘅升級咧係有按到預期咁運作嘅，咁但係睇嚟咧都係唔足以填補成個 PU 嘅差距。咁首先啊，淨係個細turbo都輸死啦。咁其實同埋咧就係根據報道就話 ICE 會追得翻5匹啊嘛。咁如果你計成個 PU 有1000匹，跟住油電比例一半一半，咁係咪即係話 ICE 引擎大約係追翻1% 咧？咁但係其實之前都講過話啲輸緊4% 或以上。跟住我哋就睇下嚟緊嘅週末係咩比賽啦。喂，係英國站銀石啊，再下一站係咩啊？係比利時嘅 Spa 啊。呢兩站其實都出名一個對 PU 好大需求嘅場景嚟嘅喎。咁其實咧，韋斯塔本早嘅咧就咁講，銀石我係好中意嘅，但我喺模擬器跑咗幾圈之後，真係笑咗出嚟。老實講，感覺好似另一條賽道咁，成圈幾乎冇乜電可以用，基本上一路都係冇電狀態。喺奧地利，你有長直路，亦都有大剎車區，所以可以插翻電。但銀石就唔同，你有長直路，但之後好多時係高速彎，根本冇乜機會插電。下一段直路嚟到，你又冇乜電可以放，呢站會好難搞。
咁我呢度咧就話俾大家聽點解韋少咁講啦，因為咧你睇一啲可能打機嘅畫面，有啲 chat guide 都話俾你聽個彎係點樣過啦，其實你都知道嘅。呢度咧首先就好多平地啦，因為咧佢以前係機場嚟嘅，呢個二戰以前嘅機場嚟，成個賽道咧都係好高速嘅，冇乜位停嘅。即係冇乜好重嘅剎車區咧，叉唔翻個電嘅。尤其是咧，我哋可以咁樣數啊。首先咧，我哋由呢度啦，出咗彎之後咧，就係 Wellington Straight 啦。即係去到呢度嘅 Brooklands 咧，你留意嗱，你睇下個波啦，其實咧都係講緊5波啫。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慢嘅彎嚟嘅，即係佢唔係重剎車嘅，佢係即係由8波去到5波。之後咧，佢係慢慢收嘅，慢慢收，去到3波，跟住再出去，已經咧就再迎接下一段咧比較高速嘅路段啦。一路出咗 Lovewell 啦，跟住之後就 Woodchurch 啦，去到 Corps 咧，其實都係基本上盡油咁去嘅。如果上年嘅車，今年可能要縮一縮啦，因為今年個下力細咗啊嘛。咁之後咧就已經一路又係一個全場比較高速嘅路段啦 ，Maggots 啦 ，Beckett 啦，跟住最後呢度咧就係 Chapel 啦，即係 Chapel 去到5波啦。咁之後咧就已經係再係一條大直路，都冇乜點叉過電，你諗下係冇乜點減速過嘅，然後就已經去到 Haggerswick 啊 ，Haggerswick 完咗之後點啊？亦都係一個中高速彎嚟嘅 ，Stowe 彎6波啊，佢用咗。咁去到呢度啊，先有時間俾粒電唞下咋，其實都係一下咋。你諗下呢度差到幾多電咧？之後已經係下一個圈再翻嚟啫，呢個 Hamilton Straight， 所以係呢個 concern 係非常之 legit 啦。同埋咧，呢個法拉利喺奧地利站咧發生過咁大嘅問題啦，去到呢度其實個電能需求更加緊要嘅時候咧，佢究竟表現會係點咧？會含成點咧？咁我覺得就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先啦。咁其實去到銀石咧，法拉利就唔係100% 等運到嘅。根據意大利媒體 Auto Racer 嘅報導，就話法拉利咧就會帶更新版嘅反轉尾翼 McLaren Wing， 加埋咧低咗嘅 diffuser， 甚至排氣系統咧都有機會再執。咁目的就好明顯啦。咁既然咧奧地利都暴露咗直路尾放電啊，一早就斷氣嘅問題。咁同時啊，如果要等 PU 方面再有更新，可能咧要等到季尾或者至少暑假之後啦。咁當然咧就冇可能令到引擎咧無端多翻10幾匹出嚟嘅。咁所以咧就要透過改善氣動力效率盡夠一波啦，令到架車喺直路咧需要推開嘅空氣少啲，減少啊呢個 PU 嘅負載。咁不過啦，我哋再睇一次 Cool Down Room 嘅 podcast，Kimi 仔咧就唔係話法拉利好早斷電或者係廢，佢係話法拉利嗰個放電好奇怪。我哋咧一齊再聽一聽佢英文原文係點講。They were deploying so weirdly。咁其實咧，車隊喺 Ardua 嘅 PU 更新之後，都可能需要透過唔同嘅調整，包括硬件同埋軟件，去令到賽車比賽時候叉電同埋放電更加有效率啦。咁希望咧，經過1個星期咁少時間，快都可以喺呢個位自救少少啦。不過咧，唔啱聽嘅説話，你想唔想聽？講啊！乜你唔覺得你每次直路尾都係輸人哋20幾30公里架咩？呢度咁多大直路高速彎，除非你套 PU 勁翻啦，如果唔係你冇得同我架平治鬥。咁其實講到底咧，我自己覺得咧，含就含硬噶啦，一定咧就爭唔到半分。不過含幾多咧，就可能可以自己調節一下。我希望啊，車都能夠吸取教訓，唔好再 pick the wrong fight，再不自量力，動力個力啦。咁其實去到最後，呢條片係想同各位法拉利車迷講咧，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啦。最快啊都要去到匈牙利啊，先有少少成績。之前咧，如果有啲咩成績咧，都係當 bonus。你咁樣諗咧，觀感就會 fit 晒。咁去到最後咧，繼續多謝啊，有咁多位新會員入嚟啦。咁首先咧就有 I Go to School by Bud LC、Nicky Chan、Adam Z 同埋咧貴會員嘅 Jackie Lee 啊，多謝大家咧支持我哋嘅營運啊。咁啊，希望咧如果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咧，都會繼續咧1星期2片啊，繼續同大家咧分享唔同車隊一啲我想講嘅嘢啦。咁其實法拉利真係好飄忽啊！其實反而而家咁樣睇咧，即係雖然我之前都講，我唔覺得呢個巴塞羅那贏咗係代表佢哋有能力可以爭到冠軍啦。咁但係吹得好勁啦，再加埋好多新聞啦，咁我都報咗俾大家聽啦。即係作為車迷，我會覺得係未到阿布扎比就唔好鬆懈啦。即係過埋阿布扎比真係要拎咗個冠軍喺手啦。呢個就係我對法拉利嘅 verdict 啦。即係經過咗咁多年啦，唔知你哋撐咗幾多年法拉利，又需唔需要睇心理醫生呢？咁可以咧留言話俾我聽啊。咁啊，星期5咧亦都會同大家睇下排位。我諗係排位，因為變咗衝刺週末啊嘛。我會諗一諗，跟住可能聽日再公佈啦。咁另外就正賽會繼續同大家睇啦。
亦都希望咧各位咧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時支持啊，一齊聽下我講嘢啊，或者一齊吹下水啦，入到嚟可以留言下啦。咁啊多謝咁多位，咁啊記得 like comment subscribe，咁啊多謝咁多位，拜拜。